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Olivia。今日咧，我帶咗車大過嚟咧，就係講一講今日嘅議題：寵物患病嘅暗號。關節痛咧，可以因為先天又或者後天退化嘅情況而出現嘅問題。咁唔係每一隻狗仔咧都會容易啲能夠俾你察覺得到嘅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你發覺以下嘅情況咧，意味住你隻寵物咧可能已經有關節痛嘅情況㗎啦。例如咧，佢起身啊、趴低啊，佢本身亦都會有啲困難啦。有時咧，佢哋會可能行嘅時候咧，個活動能力降低，食慾會有啲不振啦，或者咧佢本身會瞓覺瞓得多咗嘅。咁有時你摸佢某一個位置咧，佢突然之間會變得好容易嬲啦，或者去攻擊咁樣啦。咁有時咧，佢哋可能咧行路拐下拐下，或者隻腳有啲腫嘅情況出現啦。因為呢個情況咧，佢哋嘅意外機會率咧就會增加，容易啲滑倒啦，又或者跣親咁樣嘅。關節痛嘅原因通常都係兩大嘅情況嘅。第一個情況咧就係講緊先天嘅問題，咁講緊嘅係天生嘅缺陷啦。咁佢哋有唔同嘅品種咧，佢哋本身嘅骨骼結構嘅分佈亦都有所唔同嘅。咁例如咧，佢個大狗品種通常講緊髖關節嘅問題，佢哋個比例不一啦。咁隨住年紀嘅增加咧，佢哋嘅痛嘅情況亦都會相對地去增加嘅。咁如果細狗品種咧，通常都比較容易見得到咧，係一啲菠蘿蓋移位性嘅問題。咁隨住年紀增加，亦都會令到佢痛楚嘅機會亦都增加。咁當然啦，先天性嘅問題咧，基本上如果你及早係揾獸醫去根治啊，或者去檢查咧，基本上就可以盡早去注意嘅。咁第二個情況咧，就係講緊佢年老啦、退化嗰個問題啦。咁係一個自然老化嘅情況嚟嘅。咁隨住佢哋年紀嘅增加，佢個肌肉嘅流失亦都會增加。佢關節本身嗰個磨蝕嘅情況亦都會比較嚴重啲，引發到佢會有個炎症出現啦，亦都會令到佢嘅疼痛嘅機會咧，隨住年紀上面嘅增加咧，亦都會變得比較痛啲嘅。咁通常咧，佢哋嘅併發症咧會引致佢哋一啲慢性嘅炎症啊、痛楚啦，活動能力亦都會降低。咁有啲情況比較嚴重啲咧，直情係會殘疾添嘅。我哋會建議咧保持健康嘅體重啦，適量嘅運動，配合一個均衡嘅飲食。每一年咧，我哋都會建議去帶佢睇一睇獸醫啦。醫生咧會因應佢嘅情況做個檢查，亦都會隨住佢嗰個情況，可能會建議食一啲幫助骨骼嘅情況嘅一啲糧食。因為呢種糧食咧可能會加咗一啲額外嘅物質啦，就例如 EPA 啊、DHA 啊、GAG 咁，係幫助佢骨骼嘅發展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因應佢嘅情況咧，醫生可能會建議幫佢打啲骨針，可以保護翻佢嗰個骨骼嘅成長嘅。我哋會建議寵物咧唔好過度肥胖，因為肥胖咧會令到佢個關節嘅負荷會增加嘅。咁如果咧你嘅獸醫發覺你寵物本身咧有退化嘅情況出現，亦都有關節痛嘅情況出現嘅話咧，我哋基本上可能會建議家居裏邊有啲嘢咧，我哋可以做得到嘅。例如咧，如果你寵物咧比較中意跳上跳落，一跳上去梳化嗰啲咧，我哋盡量可能避免佢哋跳之餘咧，可能會加翻一啲台階俾佢哋，可以慢慢逐步咁樣上翻去嘅。仲有咧，我哋可以加翻一啲防滑墊啦，等佢哋唔好咁容易跣親而造成家居意外嘅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Olivia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節目，記得留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